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 女玩家。唔知大家會唔會同我一樣，去旅行之前會用好多時間去揾酒店嘅呢？想揾間位置又好，設施新又啱自己風格住嘅酒店。因為揀啱酒店真係會令成個旅程舒服好多，亦都會開心好多。我自己就試過一次，唔小心住咗間又舊又唔乾淨嘅酒店，結果成個旅程都好唔開心啊！所以由嗰次開始，我就好小心咁揀酒店，亦都好留意新酒店。而2025年日本嘅酒店就真係好精彩，有好多新落成嘅酒店，有啲係國際級品牌首次進駐日本，亦都有啲性價比勁高嘅選擇，仲要位置係超方便嘅。所以今次我就整理咗12間喺2025年日本新開幕嘅酒店，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分別喺東京、大阪、札幌、名古屋同福岡都有嘅。而去到片尾，我仲會同大家分享一個實用嘅訂房貼士，所以記得睇到最後啊！首先就講下東京，依間酒店呢，預計喺2025年10月開幕。酒店主打社交氛圍，位置喺東京嘅傳統金融區。喺茅場町站行1分鐘就到噶啦。房間設計呢係充滿現代感嘅，而酒店最大嘅特色呢就係佢嘅 Totso， 係全天候嘅休閒場所，集餐廳、咖啡廳、酒吧同埋公共工作區於一身，啱晒想喺旅行途中認識新朋友，又或者要邊玩邊 remote work 嘅人啊！依間酒店呢，就喺2025年7月開幕嘅，係國際知名酒店品牌飛揚王首次進駐日本。佢係位於東京港區芝浦嘅全新地標 Bluefront Suburra 嘅高層，可以同時睇到東京灣同埋東京鐵塔嘅景色。而佢嘅房間呢，亦都設有大片嘅玻璃落地窗，自然採光，夜景係超靚㗎。而夜晚呢，仲可以喺高層嘅餐廳邊食邊欣賞夜景，係屬於奢華級別嘅酒店。想慶祝特別日子或者影靚相嘅朋友，揀呢間酒店就啱啦。呢間酒店呢，預計係喺2025年10月開幕。酒店呢，就位於高輪 Gateway City， 交通方便，鄰近品川，方便來往羽田同埋成田機場。而呢間酒店嘅房呢，係以禪意為靈感，設計係比較高雅嘅，而內部亦都有好多間餐廳，同埋有水療中心，係非常適合追求高端舒服體驗嘅朋友。跟住呢間酒店呢，就預計喺2025年秋天開幕嘅，係由森集團打造嘅自然系豪華酒店。酒店設計呢，係以永續嘅環保為理念。室內大量用咗綠色嘅植物同埋天然嘅木材，令你感覺置身於都市嘅森林咁樣。酒店位於高層嘅，景觀非常之開揚，所以非常適合中意靚景或者設計感嘅朋友啊。跟住就嚟到大阪，間酒店呢就喺2025年2月開幕嘅。酒店呢位於大阪嘅梅田區。距離梅田站步行約7分鐘左右，附近嘅食肆同埋百貨公司一應俱全。酒店由意大利建築師打造，客房保留住水泥質感嘅牆面，非常有藝術感，所以啱晒中意打卡影相嘅朋友啊！呢間酒店呢，就係2025年5月開幕嘅。酒店就喺南波嘅核心地段，行路就去到道頓堀、心齋橋，非常方便購物同埋觀光。而佢嘅客房呢，設計簡潔實用，價錢呢都相對親民，所以 CP 值係非常之高㗎，啱晒 budget 唔多嘅朋友啊！跟住呢間酒店呢，就係喺2025年3月開幕嘅。佢嘅位置就喺 JR 大阪站直接相連嘅城市空間 Grand Green Osaka 裏邊嘅。酒店設計呢，行簡約現代風，最大嘅亮點呢，就係有溫泉嘅設施，入住指定嘅房型仲會送溫泉券㗎，所以非常適合想休閒放鬆
或者想交通方便嘅朋友啊。跟住就講下北海道，依間酒店呢，就喺2025年3月開幕嘅，位置靠近市中心，喺 JR 札幌站嘅北口附近。酒店係走現代日式簡約風格，係有大浴場同埋桑拿嘅。而最大嘅賣點呢，就係頂樓嘅餐廳同埋水療中心，啱晒玩完雪之後返嚟徹底放鬆啊！依間酒店呢，預計喺2025年12月20日開幕，係對Gates Hotel品牌首次登陸北海道。而酒店嘅位置都好方便，係喺札幌站行4分鐘就會到噶啦。設計嘅風格呢，延續咗Gates Hotel品牌一貫嘅時尚格調，有好多房型嘅選擇。而房間大，窗望出去呢嘅景觀係好開揚噶，適合想住喺市中心又要舒服環境嘅朋友啊！跟住就嚟到名古屋，依間酒店呢，預計會喺2025年10月1日開幕嘅。酒店嘅位置非常近名古屋城，而佢部分嘅房型呢，係可以直接望到古城嘅景色，日夜嘅景色都靚到你唔捨得落窗簾啊！酒店裏面嘅設計呢，係融合咗傳統同埋現代嘅元素，最啱歷史迷或者中意打卡嘅朋友啊！跟住就嚟到福岡。依間酒店呢，就喺2025年4月開幕嘅，係位於福岡市中心嘅天神 One Fukuoka Building 嘅高層。酒店房窗外面呢，就係福岡嘅市景，夜晚燈光好靚噶。而樓下呢，就係天神嘅商圈，食嘢 shopping 一應俱全，非常適合中意 shopping 嘅朋友啊！依間酒店呢，同樣都喺2025年4月開幕，亦都係位於天神區嘅。佢可以直達天神站。酒店嘅 lobby 呢，有公共嘅露天陽台，可以欣賞到180度嘅城市景同埋海景，適合想要住喺市區或者想享受靚景嘅朋友啊！好，以上呢就係2025年日本12間全新開幕嘅酒店，唔知大家又覺得邊一間最吸引呢？留言話我知啊！最後補充一個實用嘅 tips。好多新酒店開幕嘅初期呢，往往都會有優惠或者額外嘅贈送服務。如果你有興趣入住呢，最好提早留意官網同埋訂房嘅平台，記得要比較多個唔同嘅平台，唔好淨係睇一間啊！而日本呢，嚟緊仲有好多唔同嘅酒店會陸續開幕，呢條片呢就未必 cover 到晒嘅。如果你仲知道其他新酒店嘅，歡迎留言同大家分享下。好，咁今次我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呢一次影片嘅就俾翻個 like 話我知啦，亦都希望大家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支持一下我。嚟緊我會分享更多旅遊資訊，同埋我見到有趣嘅嘢俾大家睇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Living life, every day, late at night, not okay. All I want, and I pray,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.